说来去南投，每一年元旦拢会发送钱尾的南投指南宫，为了防疫，宣布讲今年不管你偌早来拜日，拢敢若发一个钱尾这个银币，无像永年拜日头前的会发套币，因为伊原无影响到民众拜日的意愿。伫元旦的透早，也就是今日的透早呢，指南宫的头前出现4公里长的人龙，为了赶紧疏散这个人潮，庙方本来决定是9点半要开始这个发放，提早1点钟8点半来开始发放。镇公所嘛，赶紧派人到现场，提醒大家一定要挂嘴安，人甲人唔通对小话。元旦会知影南投指南宫头前队伍排甲真长，为空气的角度看，差不多有4公里。庙方今年为着防疫，宣布不管拜六头前，拢讲有一届金色钱母，无像过年同款拜上头前会当摕到套币。不过这政策不少真侪信徒兴趣起早来遮排队。这游戏规则是庙方他们定的，而我们就是尽量配合。当然是很可惜啊，而且又觉得是说，疫情虽然是有疫情的关系啊，可是精神不应该去做转变啊。遮尔侪人来，镇公所赶紧派人来到现场，提醒大家挂水暗，庙方嘛提早开始伫咧发。往年都是9点半发，我们今年就8点半发。就惊大家抢咧排队，庙方嘛宣布，元旦10点进前来到现场的人，都能领到。甭管天气偌热，民众嘛是真介意来遮排队领钱母。